包中沒有死，仲用眼睛向碎，我動作幾易就到達，就會讓這大情低聲，我怕咗總共無夢醒，有你笑話正經。你哋好，我係 LL， 你哋都可以叫我做老黎，但係千祈唔好英文叫我老黎，因為老黎中文即係唔喜歡我咁解，咁樣我接受唔到咯。不過好放心，今晚我有1萬幾個 like。你哋 like 唔 like 我？我都好愛你哋。咦？嗰隻阿 A 在邊度？哦，別着急。Hello， 阿 A 飾演員工。唔好意思，我係阿 A 嗱，我做幕後嘅，阻大家少少時間，等我聽下L 有咩講先。過緊嚟啦，跑緊啊！咦？哇！你今日靚仔咗好多喎，L。我不嬲都咁靚仔，睇得出。唔好扯開話題。嗱，你聽我講咩咧？今日嘅 rundown 我要改一改。點改啊？請講。我唔要跳舞。係咁以摁住嚟跳都好啩。摁即係咩啊 ？UN 嚟摁。摁嘅串法即係 UN， 即係相反咁解。你叫我摁住嚟跳，即係 undance， 中文即係跳舞嘅相反，即係唔跳，我唔跳舞。嗱，因為咁啊，縮窄範圍啦，4格階磚啊，咁樣摁幾下？一係唔跳，好，要跳，成跳到好似郭富城咁樣。哇，咁我唔拘啊，放心晒啊，真係。我係嗰班 dancer 咁你咧？我會繼續做翻 LL， 由核心嘅內圍跳出去核心嘅外圍。明白？我都唔明你明，我焗住要明啦。咁你講嚟聽下。OK， 即係一開場就對不起我愛你，然後就 keep 住你 style 咩都唔好講，因為情深説話未曾講。緊接住哪有一天不想你再落沒名字的歌，無名字的你，哇！歌名最尾一個字串埋就你講你，即係你講晒。你中意唔跳嘅你講啊得㗎啦，你喜歡嘅話全晚共喺度，唔好喐都得㗎。我覺得悶咗少少，唔會悶。嗱，你全晚共喺度講金句，講到12點，啲人實中意㗎。我問下你哋啦，你哋想唔想聽老黎講金句？夠啦！你哋班友仔，我出聲你就話我講金句，邊有講金句啫？我講親嘢，你就 post 我啲嘢上台我，就話我係金句王。其實我真係好嬲，我冇講金句。好，我就全晚唔講嘢。即使不如咁啦，揾兩條友仔，咩阿 A 啊，你先至上嚟上台，講到12點，咁咪完啦，好唔好？好提議啊，好提議啊！你咁樣咧，自己唔使跳，班觀眾都興到跳起啦，氣氛實好。你係咪撚化我？我都係講下啫。你咪喺度撚化緊支持我嘅朋友？唔係，唔好唔和氣先啦。L， 我唔係撚化你啊，我只不過學你咁講嘢兜2個圈啫嘛。你自己想就唔好話喺度兜圈。其實你都係想我跳啫，係咪？唔係話我想，係班觀眾想啊！再問一次啦，你哋想唔想老黎跳舞啊？係咪啊？即係今時今日嘅演唱會最緊要係咩啊？豐富，豐富，係啊，豐富，即係好似一餐飯咁樣，多2個叉燒，多2粒魚蛋，甚至乎多嚿魚，甚至乎就算食唔晒嘅，擺埋一邊唔緊要，最緊要係豐富。
我聽到你咁講，我真係好感動，我等咗好多年。Good idea。既然係咁嘅，我要豐富，不如咁啦，請埋其他嗰三大天王嚟幫我拖，好唔好？哦，咁你想請邊一位先啊？請佢先。誰叫我是開爆中，讓盡小面讓佢得變得多，都是月咁如果小美唔肯咧？嗱，你聽我講，如果小美唔肯嘅話，一於請阿學友，因為佢話晒都係我師兄。正所謂師弟有求，師兄必救，最好佢跳埋舞添。嚇，學友都嚟跳舞？冇錯。我知一朝實踐場開頭，我都想知，但齊起就有啲暈，就係今天人嘅人，就係今天人嘅人。如果 encore 嘅話，一於揾阿劉華嚟幫拖，點解啊？因為上次喺個演唱會，我幫咗你拖，今次個演唱會，佢一定會幫翻拖。咁你哋想唔想攞華嚟幫拖啊？我諗住預一隻經典嘅歌，因為演唱會最緊要係乜嘢？集體回憶。啊，咁我識揀啊，就好似揀紅酒咁樣，要揀啲經典靚年份，咁先有 after taste 嘅。冇錯，我知道啦。老禮咧，平時就收埋啲好嘢，一直都唔肯攞出嚟嘅。不過今晚你哋幸運啊，因為今晚佢冇得收埋嚟緊嗰幾支好嘢，我揀嘅，保證100分，100分啊，絕對係。如果絕對100分嘅話，不如我哋大家一齊分享 enjoy 一個100分嘅龍酒。Cheers！Cheers！